國民黨副主席李乾龍伊進前啊，伊講伊個車去用裝水中去啊，但是懷疑是執政黨所為啊。但今仔日佫改啊，講是因太太放的，因為迄是一細粒啊，應該是 AirTag。這個動作引起民進黨不滿，你攏烏白講話嘛。但是今仔日來看哦，李乾龍哦，今仔當着記者咧來問這件代志的時陣，問講哎是啥物人放的？李乾龍竟然講啊，是恁記者放的。沒事。李乾龍甲國民黨文團會主委溫乃菁，今仔日和新北地檢署團去問話，都是因為溫乃菁押了李乾龍的專車去紅道追蹤器，佮收到恐嚇批。有跟法官說是誰裝的嗎？我太太裝的。警長做的嗎？搜查機關做的嗎？小心啊，那個。甲當時佇記者會指控民進黨的態度來比，溫乃菁自頭到尾攏點支持。到佇事發了後，新北的警察親身找李乾龍。李乾龍講車後頂發現一粒追蹤器，也毋過警察事後公布相片是接款的定位器。連當時推測是政治單位所做的，這個也變作是李乾龍的太太導的。真的是老婆裝的嗎？謝謝哦，不好意思哦，對，謝謝。你裝的。李乾龍是牛拔千金，悄悄回應，也毋過民進黨無拍算安尼就准煞。請國民黨鄭麗文主席要出來道歉，並且保證不要再上演這種沒有證據就無限上綱的抹黑戲碼。的部分，民進黨要求說，當時抹黑要道歉，黨中央要道歉嗎？不好意思，民進黨要求回撤的，不過李乾龍攏無要回答。隨着真相愈來愈明，就看國民黨刷落來要安怎來收煞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